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欢喜，咱搁一礼拜搁直接来主旨来敬拜主。只是咱要先安静咱的心，而且信心就充满伫咱的心中。咱只是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即时要注目伫你的面前，全心全灵拢献互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阿门。我用祈祷来到你靠近，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高高的所在，你就让我追求你。帮助咱未来的道路，会当对主来同行。不管是伫生活中，还是伫工作、学校，咱所拄着的困难，拢求主来帮助。咱嘛向主来献上感谢甲懊恼，感谢主伫一礼拜的保守甲带领，感谢主无限的恩典甲慈爱。这是咱做伙开声来为着这两项事来祈祷。主感谢你，主听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将咱这需要，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引传阮未来的路，让对主来当行。不管是伫生活中、工作，还是学校，主你所指示的道路来行。我求你在这个地方，坚定的信仰，求你保护咱的家庭，时时刻刻有主你甲阮同在，拄着困难拢袂当倚靠你。天父上帝，我嘛感谢你，感谢你伫软弱时食做咱的力量，嘛为阮准备未来的道路。也感谢你对阮无限的恩典甲慈爱。你是公义、信实、永无改变的上帝。主，阮感谢你拢陪伴伫阮的身边，也所安排的一切。主，阮感谢你。这时，咱嘛为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食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是咱做伙开声来为这两项事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将咱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就是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我们来更加明白你、亲近你，我们更加是倚靠伫你的同在。然后每个教会也是姊妹来祈祷，求主的听，充满你的恩典。我们祈祷，必须会当必须上
教会牧师、下牧师、小牧师、詹牧师夫妇、长子甲小组长，以及所有同工为小人活命甲健康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耶稣的智慧，教会牧师、下牧师、小牧师、夫妇、长子以及小组长，为所有同工为信主。因的服侍，会着做主的恩典，所传讲奉献，也会当领用你的名，祈求你看顾因的出入平安，让有主为家同在，因为主你是因顶拜，也必耶稣。最后，咱嘛为今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嘛为今日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就是安静咱的心，互咱能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来做伙为今日的礼拜来做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今日你就当照伫阮今日的礼拜当中，我甲阮同在，我嘛将阮的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提醒阮所有的姊妹。就是安静咱的心，拍动阮心灵的喜，互咱能听见你的声，并照着你的话语来行。咱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呼求的声，安尼阮要将阮家己的祈祷拢交托伫你的手中。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咱们做伙来宣告：主是咱倚靠的困难，是咱追求的宝贝，咱要来学乐伊。你是我倚靠的困难，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
心而乐上帝。我心而乐上帝，自愿永我的背，天地万物三甲印象，而乐伊大尊名，就无传恒最传，叫将大爱无山。天命已大观念严格，仁爱公义交正。我心无路上帝，世间情人的地，空中背照应是主下，而乐伊大尊名。吹吹草木清水，盼回归清的水。你更就来将风吹来，共祈对大仁爱。我心无路上帝，你的本对自己。虽然派代将士强行，公义稳当结成，先国领导归乡，那尊你自由，你的教会高追自己，人更归的上帝。哈利路亚！阮才会受上帝你所拣选的百姓，用谦卑、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主你面前，因为阮大家要对心底唱出俄乐主你的诗歌，因为对圣诗你有甲阮指明，主你是自然永活的爸。阮看见这个大自然、天地万物。拢在印证上帝你奇妙的创造，树木田园水泉，也咧看见上帝你对世间人的疼。爸上帝，阮若要学了你，阮搁较着爱学习主你的公义、圣洁、你的教示、你的律例、你的诫命，是为着要互阮搁较亲像你，搁较跟对你。照你的脚步来行，主啊，感谢你，阮是因为上帝你的呼召，阮天下本队一家，大家组织，行做一家人。阮兄弟姊妹三听好好，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阮同心自会敬拜，是为着要荣耀主，看见上帝你奇妙的创造甲应允甲赏赐。阮今仔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圣神伫阮中间，阮拢经历着上帝你话语的奥妙、圣神同在甲启示的美好。愿这个礼拜归阳光日里，众百姓拢受到造就甲栽培。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请游员徛地。咱要来纪念尼西亚圣经，来请一咱信仰的学习甲告白。咱做伙一声来，愿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死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
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伫本着比勒道入内，为咱顶世界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平，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上主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道使徒的教会，阮要一个为赦罪的洗礼。阮希望世人过我来世的活命。阿免。感谢主，大家请坐。启应，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0篇，诗篇40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hand起，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因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为阮行做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侪。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为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透。祈祷，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俄罗你，你是荣耀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怜悯阮、赐阮稳定的主。我要逐样拢感谢你，俄罗你，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有快乐俄罗你，帮助阮用心灵、甲心事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甲阮同在，阮也愿意同心甲你同行。求你赐互阮有满足的喜乐，有健康的心灵，互阮真做属灵真正中的得胜者。我要感谢你赐互阮有算袂了的恩典，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今日恩典教阮用，主啊，阮感谢你欣赏阮，真做你的囝儿，因为你的话时常真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然阮生命中有侪的苦难，总是主啊，感谢你一直教示阮，着常常喜乐，不断祈祷，凡事感谢。每一工阮通过祈祷来到你的面前，人生得到快乐，充满喜乐甲平安。主啊，我若要为着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你赐落伊医治的大能，因的心上，医治因的身躯，医治因的痛苦。主，我相信伫你无难成的事，因为你讲，因倒伫病床顶，上主会扶持因；因破病的时，上主你会因搁爬起来。主啊，我恳求你刷去因的病痛，互因袂惊吓。互因心内有平安，互因得到医治，也恳求主掌权来带领阮教会的每一项事工，无论是温度、
学校课程、教育增必的课程，拢通互阮的人民得到成长，活出信仰，为主来做见证。也求主你的信心充满伫牧师、长职、小组长、团长的身上，互因会当行公益、有怜悯、谦卑，甲你同行。佮使阮祝福伫因的家庭中，互因伫工作、学师、心灵拢得到健康永长。也求主赐予阮有一个迫切传福音的心，带领人入你的国度，互因知你是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也是赐予真正平安的上帝。今日嘛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互阮对妇女事工搁一家的关心搁大道。我嘛恳求上帝带领因，互因伫参与服侍的时阵，拢会当顺服伫主你的旨意，互因的服侍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诚做你所喜爱的器具，来帮助福音的推动。伫教会事工，伫因的家庭工作，也时时拢得到主你的祝福，恩典满满。阮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安尼祈祷咯，感谢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恭喜上帝的话，今日有2个经文，罗马书第1章第19到20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9节。罗马书第1章第19节，伊对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所以伊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信心，虽然肉眼看袂到，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因为因是靠上帝恩典对信得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啥人就袂当夸口。愿上帝赐福领受伊话语的人。汉诗，请鲁诗班汉诗的歌曲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汉诗了，请夏牧师讲道。夏牧师今日要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看见与得着。
哈利路亚，多谢咱的女士班美丽歌声，咱会当同心聚会敬拜。兄弟，你毋知有点仔发觉到吼？今仔日吼，咱的诗会是秋萍执事吼，是姊妹，咱的诗歌是女士班，毋知有啥物款的关联无？因为咱即礼拜就是妇女节，妇女节，咱的总会呢特别用即个主日当然是3月8号，那是妇女节啦，毋过拢是进前的主日，来叫做妇女事工主日。虽然咱教会妇女团契已经改组做小组去啊，咱无迄个实体的妇女团契，但是呢咱通过即款上顶咱的女执事来诗会，咱的诗班、女诗班来献诗，咱同时也伫周报有刊出咱的总会伫即个妇女主日的一个请安批，意思讲互咱兄弟知影讲，咱的妇女事工是咧运作甚物啦也毋过有真侪的主日的意思是要呼吁咱兄弟去甲伊实现去甲伊执行就对。拄好进前即2日，咱的小组长有举办一个退休会退休会。即个退休会中间大家分享真侪，要安怎来鼓励、关怀、自救，以及来传福音伫咱遮的小组员甲遮的未信者的中间。中间咱有咱的素荣长老伊有整理旧年咱教会所伫礼拜中举行的一个问卷就是问看咱对小组的概念就对啦其中有一个数据互我真有印象，迄个统计的数据啦这个数据就是讲，咱的教会姊妹甲兄弟的比率是6比4，6比4就是讲6个人10个人有6个是姊妹4个是查甫的意思讲包括服侍就是讲服侍这部分更较重要。意思是咱的姊妹是事实是咱教会的主流的主体，因为咱的兄弟得到比率较少。安尼意思就是讲咱妇女组织常常咧推倡讲两性平权啦男女平等啦若是咱教会来讲，咱的姊妹是走大生行伫大生。这也是咱一个社会咧演变的中间，姊妹因的智慧、因的气力、因的侍奉、因的热心，伊对上帝的敬虔，拢成做咱教会真大主要的气力。所以咱也用这个来献上感谢，因为咱的教会姊妹不缺席啦不缺席。咱的教会姊妹这个一马当先咱的教会姊妹是做模范咱大圣伫遮祝福咱在座所有的姊妹，大家妇女节快乐妇女节快乐，毋是一个小小的恩惠，毋是伫咧证明你伫上帝眼中是重要的，是上帝所祝福的。咱要分享主的话，大家先来做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即个连续假日中间，阮欢喜倒来伫主你的圣会，伫主日来朝见主，来敬拜上帝。愿上帝你甲阮同在，互阮通过你的话得到新的学习、新的气力，特别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阮看见你的话，诚做阮一生的帮助。伫你面前，阮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伫即2礼拜要来三甲学习一个基督徒上基本的一个课题，叫做信心。信心有时讲来足抽象，但是信心确实每一个基督徒徛在的上根基就对。咱的教会要迎接明年的50周年，57年，咱要进行一个叫做咱的祈祷的树的见证。祈祷的树的见证节，足侪兄弟足骨力的有的人开始写，写搁改，改搁写安尼，
啊，有兄弟讲啊，我手写吼较即个文字较无遐内行啦，我来讲互大家听，啊，你替我写呢。啊，这种种真精彩的这个见证内底吼，其中上帝就是讲一连贯穿的，就是信心。若无信心，这个见证就无价值啦吼。啊，毋过你若当你搁想讲，牧师信心是啥货？看袂到啊。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徛在伫即个世间，迄个真关键，但是有点仔矛盾，因为基督徒因为信通得徛在，但是信改成看袂到，所以今仔日主题讲信心就是看见搁得到，就是要互咱兄弟，毋是讲你毋知，毋是你无信，是因为要互咱搁一遍确信。信心伫咱的生命中真要紧的事，啊，更较要紧的是甚物呢？你讲我有信心，但是我要哪甲我的隔壁、我的朋友，甚至是兄弟姊妹已经是会友啊，但是伊无遐尔啊明确，你要哪讲互听，你要哪印证互伊听，啊，要哪传互遐无看见、遐未信者通认捌，啊，这是咱今仔日真要紧的课题。咱拄则有读两位圣经节，啊，咱要伫后壁面才来做学习啦吼。咱若是看见即个吼，讲用信心来连接世界，用信心来连接上帝的世界，即个诚做咱一个起头啦吼，一个起头。拄则咱有讲，事实信是看无到的咧，看无到的吼。但是咱拄则毋知咱伫读迄个尼西亚圣经，毋知有看见一句话应过呢？因读足紧啦吼。有一句话讲，上帝是创造遐有看见甲无看见的，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啊，有看见当然就真明确啊，因咱的视眼嘛，咱的眼光看到，但是看袂到的，啊，你感觉伊有无安尼？吼，你感觉伊有无？啊，这实在是毋免搁加讲啊吼。进前咱2、3冬的新冠疫情迄只大魔鬼你有看到无？啊，无你就口罩拔掉掉啊，啊，你就足细字啊，惊去接触到人啊，因为你无看到，但是你知影有。啊，这新冠上严重的是，甚至咱拢袂当出门呢。啊，礼拜日吼，敢若牧师啊2、3位的。迄个同工讲会使5个伫遮，啊，遐大间5个人，啊，伫遮咧空气讲话，因为咱会友拢伫咧视讯吼。所以，当咱对即个世界、对即个对科学的发达来研究讲有影，真侪代志是无看到的啦。但是你要信无？所以咱的圣经足早就甲咱讲出一句话，就是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伊讲。信就是所望的事的实底，所仰望的事的一个实底，啊，阁是未看见的事的确据，未看见的事的确据。基督徒，咱讲一个信心的跳跃，信心的这个跳过，表示你有看见啦，毋是无看见啦，是用你的心灵的目睭看见这个信是确确实实的。拄则咱吟第1首圣诗的时阵，嘛是在讲。讲我心学了上帝，自然应我的背，因为天地万有三甲应声，学了以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江涌大海关山，显明以大权力阳光，仁爱公义照正。这诗毋是凊彩写出来，是对伫信心信仰所来印证，讲这天地万物，树木田园。江涌大海关山，拢是在印证显明上帝的大权能。啊，咱兄弟姊妹，牧师讲到这，你拢知影讲，当然我相信嘛。我坐伫遮就是表示，这个事我拢有接纳。但是，你要安怎把你的信表达出来，搁较要紧。你要把你的信，当有人对你质疑的时阵。当有人挑战你的时阵，你有缘遐尔啊自然讲，我信，因为我有看到。
哇，迄著真大的精进，敢毋是吼？啊，所以咱若注意来看，圣经记载咱爱相信的对象就是咱的上帝，圣经就是你咧为着上帝来做见证嘛。但是对了圣经以外，咱基督徒有一个了解哦，吼，就是上帝嘛是透过大自然，透过这个美丽的大自然，万米就亲像这首诗歌所讲的，在印证，在甲咱启示伊家己。所以大自然，你若谦卑去观察，事实吼，毋免讲伤多，你就会当对你的心底来唱出。哇！遐尔美丽的世界，上帝啊，你是何等的伟大！啊，所以咱足侪人爱唱一条你的圣诗，讲你真伟大有无吼？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是因为咱人看见这个大自然，就是互大自然所震撼啦。知影讲上帝，伊就是大自然的主。啊，所以。咱通了解讲，人会当知已经清清楚楚摆伫咱的眼前，是上帝亲自因显明的。即句话基督徒看到随知影意思，因为上帝照着天的万米，照着这个大自然，甚至照着咱所看袂到的微生物，的印证伊是上帝。台语的圣经安尼讲，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这句有意思讲，那照上帝伊的铺排，吼，照上帝伊的所讲所做、所显示，应该爱捌才对咧。但是世间有真侪人就是毋捌，因为吼，迄智慧无够，啊，嘛会使讲是圣神的启示，因无去接受着，所以因就到迄关就卡条的啊，吼，啊，如果就看袂到，你要叫我信，安尼，所以。第二段经文就是1章20节吼，讲上帝迄个看袂见的特性，看袂见的特性，就是伊永恒大权能甲神性。意思讲，这个看袂到的啊，开得是足大哦。吼，看会到颠倒是安尼实体伫遮，迄个看袂到的能力是伊永恒的大能甲神性。伊讲这是其实对创世以来看会到的。是伊对所做的万米来认捌出来，所以无人有照靠。咱台语圣经读了较顺啦，伊讲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虽然肉眼看袂到，毋过通过受造的米会当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罗马书1章20节，咱拄则小平指示传咱读的。啊，这话。对基督徒听讲啊，对啦，就是安尼啦。但是未信者讲，你讲这我听无咧。吼，伊讲上帝大能力甲神性吼，讲肉眼看袂到，啊，肉眼看袂到，毋则是，嘛伊困难伫遮，目睭看袂到啊。啊，咱要安怎互咱的信仰引进到拄则咱伫希伯来书11章所讲的，神是所仰望的事的实体，是看袂见的事的确据呢？啊，今日即位有一个故事，咱通去小可去印证即个理解啦。咱拄则讲的即个看袂到啊，吼。讲有一个旅行家，就是专门爱旅游的。爱旅行家的意思是讲吼，毋是普通的佚佗咧，像咱即2天吼，哇，咱的228年假，逐个四处去行。我昨昏吼，咱真侪兄弟去安平啊，参加咱春红节巡啊，吼。啊，结婚哦，喺外口安排伫咧室外呢，草坡顶呢来结婚典呢，迄偌浪漫的吼。啊，毋过吼，牧师要去迄个浪漫的所在，爱先注意，因为吼，规个安平哦，人塌啊，一大堆人伫遐排队，一大堆人伫遐咧买遐个美食啦吼，啊排队排几若岁哦，安尼安尼。我讲。迄是大家咧佚佗，啊，都客，咱东区吼，感觉无啥出来，啊，难得出去吼，啊，拄好昨拜六吼，啊，一个经过安平嘅国华，即个知影讲，吼，咱台南内遐尔啊佳雅吼，足侪人来咱遮佚佗啊咧，好佳哉咱这
中华路无人咧排队，要不就麻烦啦。啊，我意思讲，迄款佚佗是轻旅行啦，啊，就假日吼啊加减行行看看，啊，食好食的物件。我讲迄旅行者就是讲专门去找迄款足歹行、足歹去的所在。吼，迄个旅行者为人登山客吼，啊，这天气好好啊，毋搭厝休困啊，走去爬山安尼吼，啊，伊就甘愿哩，啊，迄叫做旅行者，就是冒险家的意思。伊即个故事讲吼，一个旅行者啊，请迄导游吼，因为有导游嘛，当地导游啊，伫迄个非洲上大的沙漠叫做撒哈拉沙漠，啊，伫遐哇，咱知迄种条件是足大呢，啊，所以行坐落岛，行，哇，好佳哉！有一个所在小可有水的所在，叫做绿洲啦。啊，就伫遐讲，哦，导游讲来，伫遮休困，哦，大家看吼，啊，伫种荒郊野外，伫咧沙漠吼，会当安尼有一个所在休困，有水通啉，就足欢喜啊啦。哪有啥物青草人食，哪有啥物美食人排队无啊？啊，所以就赶紧大家伫帐篷大家休困去啊。但是吼，即个旅行家吼，伫遐要休困，真种奇怪，迄外口吼。迄个导游哦，跪伫山的顶面啦，啊手合啊，伫遐安尼念安尼，哇！即个旅行家看到啊，真好奇吼，啊，就伫迄个所在呢，就甲问讲，啊，你是咧甲送祈祷啊？安尼啊，吼，即个旅行家看到伊咧祈祷嘛，即个导游讲，我咧甲上帝祈祷啊，吼，啊，迄旅行家听着讲，伊咧甲上帝祈祷讲。哎呀，啊！你是有看到上帝吼？迄是我出钱请你来啊！你祈祷上帝安尼。啊，伊即个导游讲，我无看到，我无看到上帝。啊，伊就佫问讲，你敢知影上帝有存在？你会当甲我讲一个理由？哦，你遐祈祷啊，规个。空中拢青若定，也无看到上帝啊！你是安怎家己祈祷？意思讲，即个旅行家吼，安尼真骄傲就对啦。啊，出钱嘛，有钱是大爷嘛吼。啊，所以迄旅行家，迄个导游讲袂晓甲应啦，常常袂晓甲应。意思讲，我祈祷都足自然的啊，啊应袂出来。好，啊，迄个旅行家就愈安尼讲，愈骄傲起来。伊讲吼，哎呀！这世间根本都无神啦，万物拢是偶然发生的啦，吼！啊，所以掌管一切的神吼，就是恁遮的软只软弱、善良的人、无学问的人吼，啊为着心灵的安慰吼，啊才发明出来的啦，无影啦，无影有上帝啦，无影有神啦。像我这种有学问、阁有智慧的人吼，我就袂安尼爱乌白来乌白拜啊！伊就甲即个导游讲吼。啊，较早困较有面，吼，较早困较有明仔载要搁行路啊，吼，要搁行沙漠啊，去赶紧去困啊！哇，即个导游吼，平常伊就伊的习惯啦，吼，咱知影祈祷就是逐日拢有迄个祈祷生活。啊，即个旅行家一个入去困了，煞导游煞哇头壳摸咧烧讲，啊伊甲我讲安尼，我煞袂晓甲应咧，吼，啊就感觉讲足郁卒啊。原来祈祷是足快乐的事，啊，煞郁卒，啊想要甲应袂出来安尼，一直想，讲上帝啊，啊你互我拄着即款问题，我都袂晓回答，你毋着互我有啥物灵感安尼吼？好，啊所以突然间，有一个念头来啊，啊伊是安尼甲做啊，伊安尼甲做，安那呢？伊就赶紧去甲骆驼牵来，啊骑骆驼，啊毋是哦，啊骑骆驼啊就。伫迄个旅行家吼，迄个冒险家的帐篷吼，啊，徛骆驼啊，洗，像个亚里哥城安尼洗吼，毋若洗7洗哦，洗10几洗哦，洗，啊，然后甲骆驼牵去北条的安尼吼。过等下一个早起来吼，哇！这旅行家看到迄个帐篷边啊，拢是迄骹地印啦吼，迄骆驼的印足清楚嘛吼，伊就甲导游讲，好，啊我昨暝甲你问安了吼，你是毋是骆驼绑无好？啊这导游讲，啊你哪会知？你咧困，你哪知影骆驼绑无好？你哪知影骆驼走来走去？
伊讲我也无看到啊，我无看到。迄个女人家讲我无看到。导游甲伊讲，啊，你既然无看到，你哪会知影讲骆驼是绑无好，啊，伊死过世咧？哇！即个女人家吼，怎笑出来讲，哎呀，啊，你要骗我毋捌的安尼吼？伊讲哦，你无看，你无看，规个沙土顶拢是骆驼的印啊！你无看到，你嘛知影骆驼死过世，死过走，你绑无好，你就黑白甲我印安尼。哇！即个导游吼，听到即个女人家安尼甲回答吼，伊讲对啊，你昨暝好困觉，啊你无看到骆驼咧行，啊你哪会相信骆驼坐你的帐篷坐甲？因为你有看到骹地印，敢毋是？伊讲安尼，你甲看，你看即个灿烂的日头，即遐尼水的沙漠。咱附近迄个迄个绿洲内底沁出水泉，你看遐生出来迄个大丛，迄个树，迄个树木，你看遐个鸟声，啊，你来看遮个侪侪的景物，美丽的花，啊，这敢毋就是你看袂到？啊，你知影骆驼有脚印，啊，这拢是上帝的迄个啊。的脚印啊，拢是上帝所做的印记啊！啊，你相信骆驼有脚印，啊，这个拢是上帝做，你哪会无要相信？哇！这个女人家听到，这个导游甲应答了，伊答安尼人讲鸡喙变鸭喙，不要应啦，不要应啦。啊，所以有知识的人常常用伊家己的念头伫决定别人相信的事。啊，这个导游就是用伊生活中上容易处理到的。骆驼伫遐咧说，啊，你咧困，无看到骆驼咧行，但是看到脚印就知影骆驼昨暝有咧说这个所在。但咱看到逐日看到水的日头，啊，水的大自然。你讲这拢无看到，这拢自然的，迄就是上帝的脚印，敢毋是？上帝的脚趾啊，上帝的手印啊！啊，所以这是上帝透过大自然的印证伊的创造，这是神的头一步。圣经甲咱指明，然后咱基督徒上大一个确信是下面这个，就是你用神来。看见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今仔日咱好大甲大家见证，讲我信上帝，上帝是真的，是呢，咱有主耶稣。所以这经节、这经文咱就真熟啊。约翰一书1章18节，伊讲从来无人看见上帝，无看到，只有伫爸形前吼的独生囝，甲伊表明出来，这有代志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甲伊显明出来。上帝怜悯咱人，知影讲咱看袂到，咱会惊，毋敢信，所以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约翰一章明要甲咱讲，伊独生囝来显明出上帝。所以耶稣讲：恁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兄弟姊妹，咱会当。通过这个，搁来较理解。伊讲，咱透过主耶稣，就听见上帝的声。因为耶稣有讲啊，上帝的国教啊，上帝的国教啊。透过伊来接触上帝，透过伊来甲上帝啊三人行。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咱就袂否认这位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伊毋若是伊亲自到世间来印证这位咱看袂到的上帝。伊搁较要紧的是，伊为着咱来死，这是咱定下咧讲的主题吼。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舍身流血，用安尼付出代价，伊的救赎拍动咱的心。所以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结连伫上帝的创造甲听，这个信心就徛在你。拄着风吹水摇动。看到一寡人生的事的起起伏伏，你知影讲，这个是永久袂变的。我较安怎软弱软正，我拄着艰难，
这个神袂摇动我。虽然有时你毋是伫平顺的情景下面，咱对耶稣基督有啥物重要的这个拯救呢？这句话，互咱知影。当亚当犯罪了后，上帝甲咱中间的罪互上帝甲咱互这个罪来阻隔起来。所以咱因有罪阻挡，咱袂当到上帝遐，上帝嘛袂当接近咱。但是咱知影讲，基督就是用伊的宝血。耶稣基督用宝血来拆毁中间迄座墙啦。这是甲恁讲，通过主耶稣基督，互咱来相信，来看见上帝。啊，最后上帝佫找圣神哦，找圣神来到咱中间，啊，常常来启示咱，来点醒咱。真侪遐尼姊妹有遐尼水的见证，是你圣神伫你的身上所造成的，伊的拯救，伊的救恩，伊的赏赐，伊的恩典。甲伊的祝福，咱体会讲，耶稣虽然上天，但是圣神伫咱中间拢无离开。所以咱较要紧是讲，我就基督徒有一个权柄，一个特权，就是透过祈祷来到主的宝座前。这是第二项，咱种大自然，再过来透过主耶稣，当然透过主耶稣也是共款，甲第三项有关联，就是讲，咱用信心看见人生的标准，圣经。这个圣经真侪咱甲上帝的人物的一个足主要、上重要的根基啦。咱当做一个描述，讲上帝用圣经做礼物来赏赐互咱，互咱透过伊的话来听伊的声，甲伊沟通，来明白伊，互咱有健康的信心。圣经，圣经甲咱指明，对咱讲起着，有真侪是咱看袂到的。但是你深信不疑嘛？好，咱有真侪兄弟，人生有时拄到真坎坷的所在，咱想啊，上帝啊有影无？但是你袂，你虽然有软弱，但是你袂去放弃这个信心。啊，去年牧师咧讲共款这个系列的时阵，有咧讲起着讲，有一个叫做第三度的空间，就是咱看会到的实体的世界，迄个相信的。看袂到的，咱拄仔讲看袂到的，就是迄个叫做第四度的空间，是迄个心灵的世界。啊，当你定定咧接触，定咧甲上帝做伙，定咧甲上帝交陪的时阵，你的第四度空间迄个图吼就愈明啦，愈明显，愈明显，愈明显安尼。咱逐个人手中拢有手机啊吼，啊你有时手机啊吼，像摕起来摕无在啊，吼，啊就甲指落去，因为迄风景足水，向甲指落去，甲点落讲，甲模糊啊，袂清楚，模糊，因为你无对焦嘛吼。所以我意思是讲，咱相信吼，通过大自然，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圣经，就是互咱迄个镜头吼，哇，愈来愈清咧，愈来愈明。哇，这张相片啊，足价值足水诶，甲翕起来。咱基督徒的信心嘛是安尼，你有时讲模糊无明，就是你也无读圣经，你对个大自然也无啥物感受，对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感觉有也无好也好安尼。但是你若遮个拢一直在累积，你会感觉讲像即张相吼，迄个画术愈来愈明，因为对上帝的人物就愈清楚。啊，圣经就是咱一个增加咱迄个画术的上重要的部分吼，所以。咱用安尼讲相信，咱讲相信，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主的话嘛。所以若无上帝赐咱话，互咱一个准人，啊，咱讲咱的信心吼，盲信吼啊，空气咧拍拳就对啦，空气咧拍拳。过来，信心是安怎讲？常常都爱透过圣经，是因为这信心就是拄仔我讲的，有时亲像云雾哦，亲像迄个。镜头无清楚哦，你要定调整，啊，所以叫咱都爱食这个天顶的米粮就对啦。啊，有耶稣基督圣经的话，真做咱的米粮，啊，定甲咱补充咱的营养，啊，咱才袂稀稀软软安尼吼，无力安尼吼。啊，所以耶稣有讲过一句话，伊讲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米，是靠上帝嘴里所讲一切的话。这话是耶稣拄着试探的时阵讲的，
伊枵甲枵我要挡袂牢啊！啊，魔鬼讲：哎呀，甲变做面包就好啊！伊讲毋是这，是上帝话才是要紧，啊，这是耶稣的信嘛。啊，咱看见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旷野的生活咱拢知影，出到伫旷野，也无种作，也无米粮，啊，要食啥？咱知影讲上帝用啥互因食？用吗哪？啊，搁有迄个肉通食咧，什物肉？烟吞肉，哇！伫咧野外搁有肉通好食呢。啊，搁免讲水泉上帝啊，透过摩西拍石盘，有流出水泉。啊，食的拢是食的无毋对啦，食的就是嘛是食物啊，我都爱食会饱啊但是有一个差别，因伫埃及是无自由的，埃及是做奴隶，伫埃及因拍拼种做流官，有通好食，但是心无快乐。因是靠看会到的快乐来得到因所要食的食物，迄叫做一般的劳力拍拼。但是过红海了后，也无通好种做啊！啊，规日当伫咧旷野漂流，要怎种做？迄潮啊，是遐五谷都袂当对你行咧。事实，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就是信心的开始，敢毋是？伊就是爱有信心，才有法度通食就对啦。但是以色列百姓无靠信心，上帝无赐吗哪互因因老早就伫旷野拢死无去啊，拢伫遐无去啊啦，拢变做沙漠顶的骨头啊啦。啊，所以兄弟姊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旷野，伊只敢若会当靠上帝的话来生存。虽然上帝的话来变化做吗哪、烟吞水，互因食，但是迄是爱对信心做开始。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想到讲我的人生？我是只敢若拍拼着，我看会到，我流汗得到的呢，也是你看会到遐个用信心所得到的，迄个无穷的宝藏，搁较要紧。啊，所以咱通讲第三项就是只有圣经，就是上帝话，成做信心的根基。啊，所以是安怎？咱的教会讲起来成果真好呢。这两天咱的小组啊，大家咧研习啊，退休会啊，小组长因拢讲足感谢主。阮讲阮的小组阮的小组，阮大家足认真读圣经啦，抄圣经啦，背金句啦。是讲哎呀，平常时就遐无闲啊，搁加遐侪工课要做。事实这个圣经毋是要叫你做作业啦，圣经就是亲像安尼所讲的，因为这话是上帝的话嘛，真做根基。你常常读、常常背、常常抄，是因为你要互你的信心更加坚固。表面上咱是咧写、咧背、咧读，但是化作你生命中就是信心就对。因为圣经互你支持你的气力，你知影讲啊，这个图更加清楚，这个镜头更加明白就对。所以罗马书10章16节到17节。伊安尼讲，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趁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保罗真清楚讲，有真侪人就是无要信嘛。啊，所以咱毋得看起讲，咱有真侪兄即个经验，特别是有传福音的经验，你拢会感觉着讲，啊，即个人明明我都甲伊讲遐侪摆啊，拢无要信，也无要听，无要听，听袂落。啊，有个人敢若听到咱咧吟诗就信啊，你敢知？咱的花长老伊家己做见证啊。伊讲有一天经过咱富强教会迄间旧的礼拜堂啊，门口听到咱咧唱歌伊就感动啊。啊，这就是安怎？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诗歌是听，但是内面的画面是有基督的话。兄弟姊妹，你有去感受到这个，你的信才会确定，信才会徛在。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信心是
看见甲得到啦。所以带来恩典的信心，有啥物需要咱提醒的？意思讲我讲的牧师讲的，我都接受，我接受啊，我同意啊。但是咱安怎去排除，还是讲去设置，会阻止咱信心的事啦？这个话是讲，咱来小心来看咱迄个信心的视力，信心的视力。咱会使用这个譬如讲，受罪恶的病毒感染的亚当上帝甲弃绝啦，甲伊赶出伊甸乐园嘛亚当的后裔咱拢失去阮信心的视力呢，毋是咱肉眼咯讲到这个肉眼，牧师都即几人前，我都迄白内障无开刀袂使，无牧师徛伫遮几人前牧师看迄个银幕看袂遐清楚咧，所以讲都爱用背呢，无都爱甲迄个稿纸写足大字，安尼才看会到。所以牧师用即个平板，原因是呢，当时是看无啥有赶紧甲平板放大，直接看会到。有影，咱人的目睭嘛是安尼啊，目睭也安尼。我看真侪兄弟你若看你挂乌人的目镜，有无？迄毋是要耍帅，你敢知影？因为伊就是去手术白内障所以要保护目睭啦，即马白内障愈来愈少年，你敢知？是啦，较早拢60、70才咧开即马50、40，有的人都迄个目睭伤害足侪，因为看3C 的用品就对。他讲到即个意思是讲，咱的信心的视力有时会变白内障去因为咱亚当的后裔迄个病毒影响到咱的视力，甚至有人讲信心的视力退化到完全看袂到，是全盲啦那有人讲我的目睭还有偌济0.2、0.3、0.4佫看，小可看会清，有但是是全盲，有时是安尼。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基督徒你爱警醒家己讲，是毋是我信心的目睭、信心的眼见、视力有影响，我拢毋知。像咱肉体上的白内障已经有在有恢复所以咱就爱找到迄个恩典的捷径，就是讲迄条路找到恢复咱的视力啦所以咱拄仔讲看嘛，圣经常常用看圣经常常用看来做信心的譬如啦。意思是讲，我因为用我的信心的目睭看见所以我相信。所以咱用信心的目睭来看环境，咱才能看见上帝甲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并且见证伊所讲的话。所以现在就要讲到这，基督徒是安怎？咱会学老，还是讲看见某物兄弟、兄弟姊妹讲，哎哟，咱会遐有信心啊？伊的境遇也无比我较顺较好，是安怎遐有信心嘛？我讲到这2天我拢听这小组长见证听牧师拢常想到安尼有一个小组长讲一句话，伊讲阮的小组有的姊妹有时在分享嘛，较心较开嘛，就会讲出哎呀，我安怎足侪负面的话迄难免嘛。小组的用意就是安尼，我较软正，有人甲我鼓励，有人听我讲，我的心就较轻松，对无？咱这个小组长讲一句真好，伊讲阮迄小组内底有一个姊妹真够甲人安慰呢，真够甲人勉励呢。当伊咧讲负面的话，失节话，伊就用伊家己的情景讲好听。伊家己的情景比伊讲的毋知严重几倍啦。毋过人伊讲了，用伊的例来分享即个姊妹，伊讲哇，这小组对你即个姊妹的讲话，感觉讲哇，佫得到重新得到开力的意思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彼此咧造就。毋是送信心较好，牧师嘛有可能某一个坎站信心足低咧，就亲像迄个以利亚，毋是伊拍赢巴力的先知，巴力遐个先知了后，伊怎失志去因为亚瑟别要甲拍，伊惊着走去爬山洞对毋对？嘛是有人信心软正的时阵所以
咱用信心目睭来看，第一就是选择。信心是选择来的，我选择我要相信。圣经讲信心在于咱的选择啦。上帝嘛按照大人的信心大小，所以咱有定兄弟姊妹小组内底，你讲啊，某咪人真信心真坚定，有的人吼真软正，好的时吼哇，阿罗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若小可软正，讲哎呀，上帝也无要插我安尼啦，就是讲迄个信心的指数起落足大就对。啊，但是罗马书12章第3节真清楚甲咱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意思讲伊对上帝互伊的聪明智慧来指出，毋通家己看伤悬啦，就照上帝互逐人的信心的分量来心中评价家己。意思讲哦，上帝有哪看你哦，你若无够啊，即个信心哦，伊行的试炼伤大，你怎倒落啊？所以咱甲上帝祈祷，上帝啊，怜悯我，毋通将过头的担互我担的意思，对毋对？就是讲，主啊，我微细的信心，但是求你来坚固我。啊，所以逐人的恩赐无共，有的人咱讲信心的伟人嘛，对毋对？咱讲阿伯拉罕是信心的始祖嘛。啊，有人真软正，你茫想讲，哎哟，我若输人遐济，你也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我知影我软弱，但是你帮助我，我信心更加坚固，因为我相信你，我确信。所以，第一是选择，第二是啥物？基督徒的信心是常常倚靠上帝为敢冒险。冒险毋是讲叫你安尼黑白撞啦吼，是上帝互我相信，所以我敢行出一步，我敢踏出去就对啦。啊，无你求吼，啊，咱讲惊袂着啥物？惊袂着一定啊！你著连这都毋敢啊！咱遮足侪创业家有无？遮做事业的，送甲你印讲吼，你做落去就一定趁大钱的。咱嘛是讲吼，我看这时势吼，这项会做进，就甲拼落去啊！啊，你拼落去毋是讲花咧就赢呢，你著爱付出偌济代价咧，努力咧，然后互你的眼界、互你的眼光、互你的期望，透过你的努力来实现。基督徒信心也是安尼。就是常常靠上帝话敢冒险，敢踏出你的未知的脚步。啊，圣经有两个伟人是咱真学习的，第一就是大卫，第二个就是彼得。啊，咱要透过因来讲，是安信心是一个冒险。大卫甲以色列对敌歌利亚对战，当时的王叫做扫罗，因毋是咱讲。弱兵呢？吼，迄像咱现在台湾队咧遐用哦，但是看到这歌利亚有哪无法哩？高强个大汉，啊，大拢救起来。遐原来能征善战的，即以色列的军队吼，拢救起来。大家安尼目睭伫迄个所在，毋知要安怎？这歌利亚搁伫头前咧化剑呢，讲你看，恁遮吼以色列人吼，无一个有胆的啦，来啦，来，我伫遮等你啦，食凊饭等你啦。啊，无人敢哦，啊，人讲足无民主的。但这大卫哦，一个少年囡仔出来，伊甲扫罗王讲，我要出来甲伊战。安尼，即位，若是照咱人的常识，还是照咱即个时势的看法，无人敢出去。即个就是大卫的信心，伊敢去冒险。伊知影讲，我平常时伫迄个野外咧过洋的时阵吼，连遐野兽我都拍赢。上帝，迄是上帝互我的亏力。虽然即个歌利亚可能比野兽毋知凶猛几倍的，但是我靠信心。啊，所以咱知影到尾是大卫杀赢歌利亚。咱讲照一般咧相战吼，迄数据来比吼，无一个赢的啦，无一项赢的啦。啊，这就是叫做信心的冒险。啊，冒险毋是盲信，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佫一个故事是咱看去彼得，彼得讲有一摆伫迄个所在啊掠鱼掠拢无，啊就真野线啊，规暝拢掠无鱼啊。啊伫水边吼，船顶咧整理，啊遐鱼区啦咧整理。啊耶稣吼拄啊伫迄个时阵吼来到遐讲啊，来，你的船啊借我一个，因为一侪迄个群众咧对我。
啊，要有一个所在，像咱现在牧师徛讲台遮，好势个整理啊好势，遐无啊。啊，只有吼，借伊个船啊做讲台，啊甲船过开较远小看，啊拄啊迄个加利利海哈有一个安尼纳乌吼啊有水花的悬悬低低嘛，都一个足水的一个观众席安尼就对啦。伊伫遐甲因讲道，甲因传福音安尼。了后，耶稣看见彼得因遮认真遐拍拼，抓无鱼，讲来，甲船啊，搁过去最深的所在来拍网，安尼只话。即个毋是一个普通人咧，是掠鱼的专家咧，彼得咧。啊，你一个老师叫我即个掠鱼人，讲叫我去掠鱼，啊，你敢对？昨暝我就掠无鱼啊！啊，因咧研究，专家研究讲，迄个是咱暗时啊去掠鱼咧，因为吼，加利利海的鱼啊，就是日时拢藏伫水底啦，啊暗时才浮起来。可能要讨食还是安怎？所以暗时拍网掠鱼的较济。啊，耶稣叫伊讲的，叫伊做的，都毋是伊的经验咧。啊，所以这就是叫做冒险，因为伊相信耶稣。所以圣经安尼讲，耶稣伫船顶讲完信息，伫日头当咧照的时阵，叫彼得讲去到最深的所在下网拍掠鱼。向你称为这个信心的冒险。彼得顺探耶稣的指示，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咱拢知影。伊讲吼，迄网啊拢强要破去啊，规拢是鱼。啊，这个甲伊的经验、甲伊的技术是违反的啊。啊，你是要信家己？吼，你家己的经验，还是要信耶稣？大笔甲彼得。因拢是因为信心，所以敢踏出迄步，伊无法当确认的事，甚至甲违反伊家己原来经验的事，这是信心的冒险。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矛拄着信心软弱的时阵，所以你敢选择；第二，你敢冒险。咱第二段经文伊安尼甲咱讲，恁是靠上帝恩典，凭信心来得救的。毋是出于恁家己的行为，是对上帝的恩赐。你看，包括咱真侪基督徒吼，咱旧年有真侪兄弟受洗，伊若毋是出于信心，迄个洗礼式只不过是一个动作尔，一个仪式尔。但是信心要成做伊生命的规律甲根基。第几个圣经安尼讲，因为恁是靠上帝恩典对神得到救，对神哦。上帝恩典互你，啊，你若无信，你接受袂到。讲毋是靠恁家己啦，是靠上帝恩赐。兄弟姊妹，最后咱要来做一个结论，讲信心就是咱证明你是上帝的囝儿的身份证。所以兄弟姊妹，最近咱台湾吼，都政治作乱，对毋对吼？有人就讲，哎呀，咱足侪公务人员吼。有两国的身份证呢，咱台湾国的，搁一个中国的，你唔袂使。即个咱的即个公务员爱忠诚伫咱台湾即个国家，所以即马讲要查，因为有人偷食步的啦，这边也要滴，迄边也要滴安尼所以基督徒，你的信心就是你的身份证。问讲你有身份证无？讲无啦。我说上帝妄信安尼，你著身份证都无摕伫身躯咧，检查都检查袂出来啊！所以圣经讲，有信心的人是义人，这嘛是身份证的一种啊。你先啊称呼你是义人，因为你有信心所以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上帝要互这义人得到福气。所以咱真正信心的人，就是爱用上帝话来充满咱。兄弟姊妹，牧师讲过，可能听都小可有一个感觉，你过来参考周报内底，或者的大纲啦信心的几项的要紧的事。我嘛咱富强教会要迎至50禧年，先把咱的信心坚固起来。无有比咱兄弟姊妹基督徒有信心
迄个信心的镜头是足清楚的、足辣的。这要诚做一个勇壮的勇士，愿咱大家拢是这款的勇士。咱只是要来吟首诗歌来回应吼，然后再来做祈祷。圣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信真浅，信靠主就得恩典。咱一面吟，咱一面来思考嘅诗歌内面对咱的教示。咱坐咧吟就好哈。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恩典，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求主诚心献出光，叫我做人我多等。求你带我稳当，信靠主做的头帮，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路途比他着임시，路中行听求救伊，拄着危险免忧抓，信靠主就得引传，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真正是人信靠主，对谁会无信靠主，到袂通的白处，也是我靠主恩属，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的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感谢主，这是一首咱真侪较资深的基督徒真爱吟的诗。伊讲：明日只有信靠主。今日姊妹通过拄则牧师所分享这个信息，咱伫心中来甲主祈祷，讲主啊，互我用信心来连接上帝的创造，我用信心看见主耶稣伫落的拯救，互我用信心看见圣经所予我迄个明白的教示。上帝求你，互我信心目睭更较光明，互我勇敢选择要信靠主，也互我有迄个信心来勇敢踏出冒险的脚步。因为上帝的应允是确实的。咱用这个诚做咱回应的祈祷。第二，咱为着咱身边也有真侪未信的亲人朋友，咱求主讲主啊，互我有迄个智慧
通访迄个我用信心看见的主，介绍迄个看袂到的朋友，互伊知影，甲我有同款的确据，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一项，咱为着咱身躯边的朋友、亲人、兄弟姊妹来祈祷。有病痛的，有的是癌细胞在攻击的，有的伫最近因为天气变化，有肠病毒也是感冒引起的身躯无爽快，求主赐落伊的医治。咱大家开声也是无开声，同心来祈祷。你讲上帝感谢你，阮大家保守圣神亲自过目甲扶持怜悯，阮用信心来结连上帝你所创造的世界，阮用信心来看见啊创造主。我用信心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用信心来看见人生的标准圣经。弟上帝，我求你，互阮来看见阮家己目睭的光明，会当看见上帝你的创造。互阮用信心来做选择，用信心来看见上帝你，互阮勇敢踏出迄个冒险的脚步。感谢你恩待甲保守，阮也有这个气力来传福音，互隔壁亲人。阮为着病痛中祈祷，求你保守。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三甲分享基督徒上基本根基的事，就是信心。俾上帝，予阮对神来看到，阮阁要对神来得到，得到上帝的救恩，得到上帝的应允，得到上帝的祝福。也阮经过信心的冒险，阮踏出勇敢的脚步，上帝祝福的脚步，上帝大恩典的脚步。俾上帝，阮也真要紧看见，因为阮信心看见的上帝，有真侪亲情朋友、同事，因无看见。主啊，求你阮学习，亲像主耶稣讲，恁看到我就看见上帝，互阮也能勇敢，互阮的亲人朋友、未信者讲，你看到我所行、所讲、所做。所信也，互我会当看见你信的主耶稣。主，阮将这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你，愿圣神亲自施了医治透放，互因伫病痛中有主通倚靠，信心坚固，赢过这病痛的攻击，重新恢复健康。伫这个天气变化，有肠病毒啊，甲流行感冒，求你保守大家心身肉体拢得到平安，得到主你的看顾。伫这个假期中间，要为兄弟出外，要去旅游，也是转来家己所住的所在的脚步中间，求你保守因出入拢有平安。也伫天气变化中，阮兄弟姊妹大家心身肉体拢有你享受的平安。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咱做伙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做伙来唱献上的诗歌。
会众请坐，根据咱做伙来念。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约翰福音6章35节。报告。后礼拜的主礼张志奇执事。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一点，本日3月7日是妇女曙光纪念主日，请兄姐各为本会福音事工4名庭长为先奉献甲服侍，关心来代祷。第二点，小会报告。顶礼拜日召开2025年度定期会员合会，一切拢顺利进行，感谢大家参与。第三点，代祷团的消息。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3月7日开始，邀请兄姐尽量报名参加。1楼的公布栏报名。第4点，亚东剧团定3月22日，下早啊9点半日本会演出，欢迎兄姐邀请社区的民众来观赏。第5点，本学期奖学金申请到今日，符合申请资格者会当伫办公室改领表格。第6点，主日了后要举行3月份的寿星庆生，祝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稳定满满。第7点，其他的消息报告。第1期的长职团长首长联席会议，今日3月13日第2堂的礼拜了后1点半，2楼的会议室召开。第2点，今日因为是228年假，爱心午餐暂停一届，心灵转角第2堂嘛暂停一届。门徒的曙光第3点，2025年门徒训练约翰福音书研读。每个礼拜4晚上6点半到9点，请兄姐尽量报名参加。续来写校务书补充报告。各位兄姐，我做一个提醒甲补充。第一就是讲，咱顶礼拜开即个好会真踊跃啦，300几个来参加吼。我感觉真感动，就是讲兄弟姊妹来参加，毋是干那做礼拜就走吼。参加甲煞呢吼，所以咱顶礼拜改成分300个便当啊，300个便当吼，表示讲兄弟拢足准时吼。回来礼拜就先转去，毋是咱大家到煞吼，真感谢主。毋过有的人出外，顶礼拜请假吼，所以你若讲即个手册内底有真侪资料，我要来研究，要来了解。咱楼骹阁有剩吼，咱顶礼拜也感谢主，咱无特别加印啦。就是讲兄弟，咱参加了对无？恁兜都4、5个来做礼拜，我2、3本阁行咧，我早1、2本转去就好啊。所以阁有剩，若确实有兄弟想要看，讲我的奉献情形有清楚无？因为这奉献的总额到4、5月开始要申请这个奉献证明啊吼。你的参加的时间，你的名单有内底无？足重要所以你若有需要，会当在楼骹来柜台来摕吼，当做你的参考吼。后面嘛有即个规年度的时间表，你当参考吼。第二，咱代祷团吼，咱最后看到即个投影片3月7日要开始后礼拜就开始吼。咱是根据耶稣受难前40日，所以你注意看周报吼，有时牧师写伫即个听书上尾也方面，你看，伊叫做今仔日即个主日叫做变貌主日，就是纪念耶稣伫山顶有祈祷。面貌光亮呀，迄变貌。到拜三，过来即个拜三叫做圣灰拜三啦，就讲夜恢复的拜三，迄是咱基督教的节日中间，对拜三开始，
就进入到受难周的情景啊，吼，啊，这真重要。较要紧是你兄弟大家欢喜来报名。啊，咱注意看吼，楼骹即张表放伫楼骹啦，吼，迄个咖啡色的即个房仔墙遐有写张足大张吼。正平是即个祈祷的内容吼，一日祈祷无共款。啊，迄表格吼，咱上无嘛爱填一半以上，啊无吼空拢空假啊，爱签名落。啊，牧师佫特别强调讲，你若讲啊，我的身体无适合，体质无适合禁食，不要紧啊，祈祷较要紧。所以你就参加祈祷啊，你甲签落去，啊无食介好，啊若无那爱食，你嘛使祈祷，啊就一日有一个祈祷内容，啊这是咱兄弟姊妹同心的一个标准啦，哈，同心一致，特别咱每年明年的这个50周年，佫较需要大家同心祈祷，所以请勇敢，吼。笔拢甲你吊伫遐，免去找笔，甲签落去就对吼。上无嘛一顿，啊若2顿3顿佫较好安尼吼。过来，咱文道学校已经报告足侪摆吼，咱对过来后礼拜日要算第二阶段进阶班、复习班吼要报名，啊请这个同工侍奉者来报名，这是第一期上了，才会让来读第二期哦吼。啊，请恁赶紧来报名。佫有周工查经班，吼即个加入派书的查经也拢要开始啊，吼。啊，佫来是约翰福音，吼约翰福音的即个研读，吼咱拜四吼10礼拜拿定，哇，甲规本约翰福音读互详细，真好，真宝贵吼。啊，佫来就是佫一个节目真有意思吼。无即个节目毋是礼拜日啊，因为即个阿东团契吼。应该是阿东啦，阿东团契，因联络讲，阮会当来恁的教会，搁来公演无？咁啊演出一出叫做金宝头啦，吼金宝头。啊，搁第二，伊个剧毋是介长，第二个剧叫做纸地啊公主，纸地啊公主。啊，到底是啥物片呢？伊咧问的时候讲，啊，阮拜六吼，佮敢若上年咧聚会俩，啊无恁上年的时间来甲阮表演好毋好？啊，到后来伊即个节目来，我就知影讲啊，迄毋是敢若针对中年尔呢，所有的会众，特别是囡仔，幼稚班、大班拢会使来看。伊是讲，伊个双语，伊个甲加拿大吼，加拿大的迄个戏剧团合作的，吼，啊要来咱遮表演。啊，若敢若上年来看，足无彩。上年是足福气的，啊，毋过你无来无彩。上无你第一，你招恁的囡仔主日学生来；第二，你隔壁厝边有遮个囡仔拢听来参加，吼，拢免费的哦吼。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3月22拜六早起10点，伫咱遮演出，吼。啊9点半就要入场啊，因为咱有这边有对外宣传哦。啊，所以咱望讲较侪人。啊，迄天咱嘛拜托咱的指挥同工吼，可能有人来做一寡引导的工作啦，吼，引导工作好。啊，时间无啥够，咱就是讲，咱的这个爱心午餐，因为廉价休困。啊，我拄有问咱的这个心灵专教，伊讲第2场嘛会使去坐食咖啡啦。啊，第1场咱无食饭吼，啊10点煞10点半煞嘛，搁早早的，啊，所以去啉一杯咖啡才转去。吼，这个廉价大家开讲一下吼。好，啊，最后一个节目有哪甲咱邀请啦吼，这毋是咱教会，就是讲咱都2天前咧纪念这个228嘛吼，228。啊，咱中会有举办迄个纪念228的活动，啊，伫咱的第7页内底有报告讲，下晡3点甲阴暗的7点有2场电影，这是纪录片。这记录什么叫做国有器官？什么叫国有器官呢？这就是有个真实的影片，在报道讲咱的对面迄国吼，器官在买卖，你敢知影？器官吼，我的心脏无好，用钱买，叫人别人心脏甲挖起来甲我换，啊，伊咧控诉这足无人道的事啦吼。啊，所以你若时间会好势，欢迎你去。啊，迄个算属阴堂吼，伫属阴堂啊，有两场的时间，下晡3点，啊，搁阴暗的7点，
可能一本册有那咧控诉中国，迄无宗教自由吼。有一个叫布希秋牧师，要伫拜二早起10点半伫东门教会遐来发布一本册，伊讲是啊，基督徒伫中国遐拄着真大的迫害啦，真大的迫害，要讲这故事分享，这拢免费的吼，你若有时间的，或是欢迎你去参加安尼吼。好，用安尼甲恁做报告，多谢。上云会众请起立，做伙唱上云诗歌391首，乌老天顶主宰。诗歌了后，请牧师就倒。乌老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的普天的当心无路上帝，无路三位一体，白行诚心。做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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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默祷，咱要等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也有几分钟，咱要做庆生会。了花顺利平安，感谢主。3月份吼，就是春暖花开的时阵，吼，足侪人去咧看樱花。咱若要甲3月份的寿星来甲因祝福，咱来请3月份的寿星起立，咱要唱生日快乐歌，咱要今日要请满族长老代表寿星来分蜡烛，来咱吟生日快乐歌。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咱请满族长老来分蜡烛，要甲留下好的照片来。好，咱3月份的寿星拢有徛起来吼，满足长老是替你分蜡烛呢，啊，你拢是受祝福的，咱来为着寿星来祝福，才来结束。主，我哋上帝感谢你，3月份开始温暖的季节，我为着这个寿星伫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伫3月份，这个寿星因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伫人生的日子，上感恩是因认捌主。真侪基督徒也要伫因的生命中来见证上帝的祝福，主你保守，互因伫生活中、伫健康、伫家庭、伫亲子、伫事业，上帝你逐项亲自甲因陪伴，亲自甲因保护，也互因坚固信心，牵着伫上帝，伫一生真侪祝福，真侪上帝你恩典的记号。我来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人通过这个主日，大家。对主的信心更较坚固，也互阮
一礼拜的脚步，上帝你亲自甲阮看顾，互阮转去路站也拢平安。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甲隔壁吼有姊妹甲伊讲，祝你妇女节快乐，来，甲隔壁祝福者。好，大家平安。